Hello，大家好，嚟到 SPCC 39題 MC，題目話 O 係圓心，PA、PB 係兩條切線啦 ，tangent。然之後咧，AB 同 OP 相交於 C，幅圖應該睇到啦。OK，其他資料可以慢慢再睇。好，問你邊一個一定啱嘅？首先我哋睇 A 第一個 statement 先。第一個 statement 咧就話 AD 同 OB 係咪垂直？係咪平衡？係咪平衡？好，咁呢個係90度啦，大家應該知啦。Radius 同 tangent 半徑垂直切線。第二啦，呢度有個90度 given 嘅呢度。咁所以既然兩個係90度，咁自然平衡啦。咁就好快做到第一個 statement。好，查一查呢度先。OK，第二個 statement 啊，佢就話呢四個係咪 concentric，係咪共圓點咧？咁又好快睇一睇咯。PACD 頭先證咗呢個90度啦，題目講咗。咁呢個都係90度喎，因為 tangent properties 啦，提到一個垂直嘅關係啦。咁所以兩個90度，咁就可以用翻 converse of angles in the same segment，又證到呢個。好，第三個都好快睇到咯。佢問呢兩個相唔相同？咁其實呢兩個咧就係 alternate segment 啦，angle in alternate segment，即係交錯弓形圓周角。咁就咁樣睇啦，個切線同個弦個 chord 就等於個 chord 指翻過嚟嘅角。OK，咁所以藍色嗰兩個角相同，所以答案咧就係 D。好，中意嘅話可以 subscribe，讚好我哋嘅片段，多謝各位收睇，拜拜。